今天是2005年2月27号。法文课是第30次啊。第30次。好，咱们我看啊，复习不复习？你们说，就复习上节课的吧。复习上节课的啊。上节课是从第46页倒数第3句话开始啊。于迪那，俺来切瓦梅，于迪那，俺来切瓦梅，没马气索，俺啦桑尼来米贵，俺啦桑尼来米贵，开了普约巴根儿，普约巴根儿那达，日不中央啦，米汤，那瓦汤，那汤，接汤，吕那米，王波那米，米汤，那瓦汤，那汤，接汤，吕索，听大记了普喜在的，桑瓦丹那独吧，参堂丹巴西果，听大记了普喜在的，桑瓦丹那独吧，参堂丹巴西果，开你宁堂开你谢，普行觉吧若一七，瓦给学吧800来，普行觉吧若一七，瓦给学吧800来，下给瞧那王波的，火一瞧那七大国，宁大拉儿，行莫瓦汤，刚这白瓦汤，咱们人包日葱了，昨晚你爱吃马应该，家错日酒吧，巴西爱吃，行莫瓦汤，刚这白瓦汤，咱人包日葱了昨晚你，爱吃马应该，家错日酒吧，巴西爱吃。昨天讲到了这个自主动词形态变化，是这个现在时不变，后边有3种变化，合起来一共是4种形式，叫现谓过命。然后呢，变化呢总结16字诀，很简单，是前加爬谓，后加撒过，然后去前加命，然后是元音是 o a a o。 这个复习起来很简单。昨天呢讲的这一部分呢也很简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完全符合规则，这也是最大量的。今天咱们讲新的，就是不符合不这个完全符合规则的。咱们来看啊，51页第2行，现无前加字又不能与前加字爬结合。什么样的情况不能跟前加字结合呢？有这么几种情况，大家来这个记一下啊。第一种，巴帕爬麻，就是那个字母表的第4行，
那四个不能跟那个爬不能加前加字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四个呀，巴啪爬麻全是爆破音，也叫破裂音，或者也叫这个堵塞音，全是把嘴唇闭起来，突然打开，气流突然喷出，发的这个爆破音。这个爬呢本身就是爆破音，你这个爆破音前头啊就不能再加爆破音。为什么？你人说话不可能叭叭连着两个爆破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爆破音前头不能再加爆破音，所以呢是巴啪啪麻这四个前头不能加爬。还有这个竖着第四行，竖着第四行那四个就是四个鼻音，叫啊呀拿麻，这四个呢四个鼻音前边也不能加这个爬。它倒不是说因为它不是爆破，它倒不是因为爆破的原因，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它是元音，而这个爬呀这个放在它前头之后啊，它很自然的会把这个爬呢鼻音化，就是因为它是鼻音，它会鼻音化，它鼻音化这个爬呀就变成麻了。拿呀拿麻，它是这个鼻音，爬如果放在这前头啊，读起来不方便，它自然就变成麻了，就鼻音化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爬它前边也不会出现爬，出现的话会出现，如果再加爬的话呢，它会变成麻，所以呢，它也不加爬。主要是这两种，然后像这个第二竖行，咔嚓哒吧扎啊，第二竖行也是这个前，这个都是说的基字了，也是前头这个不能加爬的，大概就是这么几种情况，主要是前两种情况。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啊，先不看具体例子，先说这个不能加前加字爬的啊，爆破音前都不能加，鼻音前边不能加，第二竖行前边不能加，大概是这么几种情况。那碰到这个基字是这样的，这样什么爆破音的这些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加就完了，也很简单。其实说，所以说这个规则简单呐，运用起来也简单，不加比加还这个简单，哎，只不过就是说你知道有这种情况，哎就行了，理解它为什么不加前加爬的原因就行了。后边都一样了，咱们就读一下啊。注意，后加字为卡啊爬牙啊爬麻的，或者是没有后加字的。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是正常情况。不过这儿呢也给咱们提供一个信息，就是说它这等于说呀后加仨，就是后边可以加仨的，后边可以加仨的呢，是不是第一个里头就有这个情况啊？这已经讲过了，咱们就不用详细讲了。就是说这四个后加字后边可以再加这个再后加字仨，哎，无后加字的也可以加仨，所以这是正常情况，咱们就不用考虑了。等于说第二种类型里头跟第一种类型就是哪儿不一样呢？就是不能加前加字爬，就这一点不一样，后边都一样。这样后边能加的呢是未过声母不变，元音呢啊变那个变啊，过命后边加仨，命元音在啊变这些都是咱们16字诀里头的，不用那个重复了。所以记住，第二类型跟第一类型不一样的就是它不能加前加字爬。下边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。第一个呢是注意啊，是这个就读就这个它是巴雅达加是吧？哎加，然后发乌就这个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放逐流放，这个很简单了。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词的变化啊，它的原型是就，然后它的未来是本来一个是前加爬哈，但是呢由于它的基字是八，是个爆破音，是属于那个第四横行的啊，所以呢巴啪啪麻它前边不能
再加这个爆破音，所以就不加爬。不加爬造成个什么情况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它跟那个现在是一样了，未来时跟现在是一样。到这个过去时呢，因为不能加爬，所以但是还能后加仨，所以呢就变成光有仨没有爬。你一看呢，就是它八不能加爬，所以呢有可能是过去时，不是有可能是过去时了，后边加了仨肯定是过去时了，然后命令式呢，因为前面没加，所以呢它也不用去，所以呢跟过去时一样了，就会产生这种情况。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复杂，实际上呢完全符合这个规矩，是吧？完全符合规矩。这是第一组词，咱们再看第二个词儿。第二个词呢是个常用词，这个在佛经里头很常用的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公帮帮棒棒供，再读一遍啊。公帮帮棒供，咱们先看这个意思，先说意思啊。这个意思是舍弃，这个它呢基本意思是舍弃，它还可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相近的意思了。比较常用的一个是舍离、断除，这都是它常用的意思。断除、舍离、远离，都是它的意思。断除好像比其他的都比较常用，经常这个字就被译为断，就是舍离、扔掉、抛弃，这个把什么割断啊、扔掉，主要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它这个还有做这个名词的时候啊，会译成断灭、遮止，会译出这样的意思来。这个因为断除了之后就没有了，你比如说把贪嗔痴断除，断离贪嗔痴，那就是没有贪嗔痴就断灭掉了。所以这个断灭这个词儿啊，也不是一个那个贬义词，对，我们就是要把那个苦断灭掉嘛，它也不是贬义，看你具体应用的时候才会产生贬义、褒义的意思。这个词呢是常用词，咱们来再读一遍啊。公帮棒供，这是一个词。咱们再来看下一个，这个是囧讲讲囧讲囧，这个呢是练习。这个因为它这是这个世间那个民大的教材了，世间书它就重这个世间的意思。在佛教里头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呀？修习。这个它的本意呢是练习、修养、陶冶、静志啊。对，静志，干净的静，对峙的志，这个词经常翻成静志。这个练习在佛教的修行来说呢，就是一个转染成净的过程哈，所以它叫静志，就是用这个清净法来对治自己的这个染污法。世间呢就讲叫陶冶情操啊，什么提高修养啊，都是那样来说，咱们理解它的意思就行了。咱们来看看它的变化啊。上边那个忘了说它的变化。上边这个变化呢，咱们来看啊。基字是八，爆破音，所以它前不能加爬，前边不能加爬，未来时就不能加爬，过去时也不能加爬，那个也不用去爬。然后它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元音，这个现在时的元音是 o， 所以它就得符合那个叫 o a a o 这个，所以它的元音会有变化。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一组，就是说 o a a o 是元音变化，然后呢都不能加前加字爬就完了，不能加前加字爬，其他的都按规矩来就行了。下边这一组呢是跟它一样，是吧？基字是爬，
爬呢是爆破音，所以不能加现在字爬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未来时不能加爬，跟现在时一样。然后过去时也不能加爬，只能加撒，跟那个就是命令式就一样了。但是呢，由于它的现在是元音是 o， 所以它符合 o a a o， 这样造成了什么呢？就是还是4个变化形式。哎，再读一遍吧。囧讲囧，下边一个也是常用词，扭娘扭，经受也就是感受什么，就是体验这个感觉尝试这个经验体会啊，这个意思。注意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曾经我就是曾经如何，这个就有点表过去的事情的意思，它还有这个意思。它的本意就是那个，就是感觉、体验、经验、体会，反正就是主要这个基本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变化啊。马，大啪啪马，记住，横着的第4行、竖着的第4行都不能加爬啊，前不能加爬，因为它是爆破音，马是爆破音，所以不能加爬。前不加爬，变成这个未来时不能加爬，过去时也不能加爬，就这么一个变化。所以这个很好理解，大家多读一读就行了。再读啊，娘下边一组是除，读法一样不变。它是缝纫的缝补缝东西的缝，这个绣东西也是这个字。这个咱们来看它的变化啊。这个机子呢是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塔染大茶，这是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它前边不能加爬呀，是特殊情况，这个要单独记，就是塔染大前边不能加爬，这个它不能加爬，然后那个变化规则也就很简单了，就是不能加爬。这样的话呢，它的元音是乌，所以它的元音不变，元音变的只有 o 跟 a， 所以呢它就变成了未来时不能加爬，跟现在时一样。过去时不能加爬呢，跟那个命令时一样，变成就有2种变化了。下边一个是常用字，妈妹虐妈妹虐，这是常用字。现在时是机子是马，所以前加这个就是未来时前边不能加爬，这样的话呢，未来时跟现在时同形，现未同形。过去时后边可以加撒，所以变成了妹。马呢，因为有上加字鼻音，有上加字变成平声高声调，所以这儿读去声妹。妹是过去时，然后命令式呢加哪弱变成虐，所以很多命令式啊都是这个哪弱，都是这个有 o 的。这是常用字，以后会经常碰到。下边一个是赎买的赎，就是把什么东西赎回来。这个就是原来是自己的借出去的当出去了，什么再赎回来，赎买。咱们来读一下啊，撸绿，它这个鸡字是爬，这个下加字是拉，上加字没有爬吧？它下加字是拉，所以它鸡字是爬。这个下加字拉呢，很不讲理，喧宾夺主，所以记住，虽然读了它的音，但是它不是鸡字，这是个特殊情况。这个因为鸡字是爬，所以呢前边不能加爬，这样的话变化就少了。
未来时不加爬跟现在时一样，然后过去时不加爬跟命令时一样，所以变化还是规律。你记住这个不能加爬的这几种情况之后呢，它又变成规矩的了。这个也比较好读，咱们再读一下吧。噜噜噜噜绿绿绿绿，最后一组母母母母女女女女哭，这也是常用的。这个啊是鼻音，鼻音前边不加爬，所以呢它这个未来时不加爬，前两个一样，后两个一样。变化也很简单了，元音是无，所以不变。咱们再来读一读啊。它这个规则，它就是那个未来是加 o 的那个，实际上是并不是普遍的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说那个就是你说加了，命令式吧？对，命令式对，嗯，说就加了 o，哭就没加，是吧？哦不，它是规矩的。你看啊，它是两种情况才加 o，就是现在时是哪若跟啊的。现在是 o 跟 a 的，如果是其他的元音一律不变。对，元音是无一，这个其他的一律不变。那三个不变。就是元音是现在时元音是 o 跟 a 的才有这个变化。当然变它也是现在时不变，就只好命令式变了。好，这又完成一组，咱们下边来看第三组。说是三组，实际上这个就是咱们说了，都是很规矩的。看啊，第三组是什么情况呢？咱们先说啊，第三组就是前边能加爬，后边不能加撒的。咱们来看啊，现无前加字，但能与前加字爬结合，后加字为塔拿拉拉的。这是后加字是这四个的，是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它后边不能再加字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三个拿拉拉这三个在古藏文里头本身是有后加字撒的，后加字撒它变成了塔，所以这三个后边本来是跟塔炸的，所以呢它就不加撒，它加的是塔。结果后来文字改革呢，简化字把这个再后加字塔给取消了，所以呢它就表现为没有后加字，实际上人家本身是有后加字的，所以它不能再加后加字撒。塔本身就不能后边再加塔了，所以呢四个后加字为这四个的后边不能加撒，记住这个啊。其他的变化呀，你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就不看，因为啊它叙述起来很费事，其实还是那16字诀，咱们也过一下啊。未过呢前加爬，元音呢如果是 o 的就变成啊，过命韵尾不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不加撒了，所以它就没有变化了。古藏文拿拉拉后加塔扎，就是说古藏文里头这三个后边啊本来是有再后加字的，咱们说过再后加字塔扎是再后加字撒的一个变种，所以呢等于人家是有这个撒的，结果文字改革一去没有了，所以呢现在就变成了规矩，就是塔拿拉拉这四个后加字后边不能加再后加字撒，但是他那个读音好多都这个保留下来了，比如说帕尔多沁的那个沁，拿后边是有塔扎的，所以他读沁，他往下读四声。命令是元音啊变 o， 所以这后边呢都不用看，所以这一组呢你就记住，它是前边可以加爬，后边不能加撒。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词啊。头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词了，叫掠得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坐在那儿，一个是住在那儿，居住在那儿，也可以短期居住，也可以长期居住，就是表示这么一个待在那儿的一个动作。它呢咱们看啊，后加字是塔，后加字塔不能再加后加字塔了，也就等于不能再加后加字撒了。这样的话会产生什么变化呢？就只能加前加字塔。现在时是哪若 o， 未来时跟过去时就变成了啊。
未来时前加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过去时前加爬后加撒，但是因为它是塔扎，所以后边不能加撒，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变成未过通行。这个命令式呢，本来没有前加字，又不能加后加字撒，就没有变化。但是有一个元音的变化，所以呢，又恢复到现代时的那个哦，所以呢，变化也是很规律的。咱们再来读一下啊，觉得。好，下边看第二个词。第二个词是反刍，动物的反刍了。这个读起来呢是觉，哎，看它呢就是说，因为有后加字塔，所以呢不能再加后加字，再后加字撒。这样的话呢，只能前加爬。然后呢，现代时是啊，现在时是啊跟哦的后边都要变成啊哦，哎，这样有这个元音的变化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变成未来时加一个爬，这个过去时呢不能加撒，跟未来时一样，后边变成哦，所以都变。下边一个是这个咱们去学过的单词，是一个敬语，就是尊敬的人，什么国王啦，这个尊者啦，长老啦，他来给你东西，所以它叫赐给，哎，就是赐予。这个给的敬语，这个呢，咱们看它的变化啊，是啊，先读一下啊，撅，撅呢，就是说这个，这是现在时是哪弱，后边元音要发生这个哦的变化，前加字可以加爬，所以它就加一个爬，加一个爬，元音呢变成啊，所以变成了 z。这个过去时不能再加撒，这个拉、拿、拉这三个后边不能再加撒，所以它不能加，它就是未过通行。然后命令式也不能加撒，元音要变回来，所以呢变成了撅。哎，这是个常用词，再读一遍啊，撅，52页，第一个生这个词呢，有上加字撒，就变成了使生长，就是这个生不是主语生，不是自己生，是主语让宾语生。比如说你去种地去，你去种花种草去，使花草生长，它是使动词，不是自动词。咱们读一下啊，get，哎。这个看一下它的变化，它的变化是基字是卡，不是什么爆破音呐，也不是什么鼻音呐，所以它可以加前加字爬。但是后加字呢是塔，不能加再后加字撒，所以就变成了它的元音是哎，不用变，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呢？是未来时前加爬未，成功了。这个过去时呢不能加撒。所以呢，跟未来时一样。命令式去掉爬，又没有加撒，所以呢，跟那个原型一样，跟现在是一样。所以呢，就是你看起来好像乱，实际上还是很规矩的。再看下一个，咕儿，这就是寄东西的寄，烧东西的烧。哎，我们那个到邮局去寄东西啊，咕。这个靠你的想象了，你想象跟什么联系起来？我就那时候一看就咕儿就觉得就是把东西送过去了，好像下边一个轮子，那边有一个道路，那个无是一个轮子，后边有一个道路，就上了路就送东西去了，寄东西去了。这个看一下它的变化啊，它仅仅是因为它的后加字是ra，所以造成了不能够再后加字撒，所以就造成这样现在这个样子。原因是无，不用动，所以呢它变成了前加爬未，后加撒
这个不能加还是过，命令是去掉前加字爬，又不能加撒，跟原型一样，造成这个状况。下边一个字也是咱们学过的，是均单均。这个字呢，它这儿用的是指示，实际上咱们讲过，这个基本含义是显示说，显示跟说。它那个显示的意思是摆给人看，就是做一个动作给人看，就是示现于人，要掌握它那个自性啊。均经常这个常用词，咱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。这个就是仅仅因为它的后加字是拿，所以不能再加后加字撒，所以呢变成了前加爬可以。再一个就是注意它的元音，它因为是拿弱，所以呢要哦啊啊哦。前加爬是位，后加撒不能加，所以位跟那个过就一样了。均再恢复到元音，前边不能加，后边也不能加，所以跟原型一样。均单均，下边一个字，下边两个字都是度。这个度跟度不一样，前边这个度呢，主要用就是那个渡河，就是渡水，那个渡。后边这个度呢，是指的救度的度，是那个就是虽然也是度字，但是它转译了，就是转成那个就是说拯救人、救人危难那种度了，都不一样。咱们来先看第一个度，这是渡水的渡，是给。这个先说一下它的意思。用船渡过这个河是渡，它还有翻越、超过这样两个意思。翻越就是说你可以翻山越岭，也可以渡过，就是渡水、翻山越岭、渡水都可以用这个词儿。翻越、超过。这个超过是抽象意义了，就不光是在这个地理上是翻山越岭啊、翻山涉水啊那种度了，超过就有这个抽象意义，就是比如说过度了，超额了，越过分了，有那个超过的意思，这是引申出来的意思。它的变化呢，就是因为后加字是拉，是拿拉拉，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它的变化咱们来看啊。它是元音是啊，元音是啊的呢，命令是要加哪弱，所以前加爬位，后加撒过，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这个过跟位一样了，是去前加命。咱们老复习老背这几句话啊，去前加命。但是这个去了前加呢，后边又不能加撒，然后元音呢又要变成哦，所以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再读一遍啊，给最后一个词是救度的度。救度的度呢咱们先读啊，救度的度，救度的那个救度的度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是释放，就是把它解开给放走，释放。然后呢，变成了拯救，救度。然后它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还有这个消灭、处决，还有驱逐、赶走。还有这个煮煎，就是那个做饭的那个煮煎，融化。这个词呢，不是太常用，但是也是那个出现也是有一些次数的。所以你记这个词的时候啊，绝就给它主要是解开，它的那个自性啊，它是解开放掉，释放，这是它的自性。所以你这个折就跟这个解开来联系。再读一遍啊，折
觉觉觉觉觉觉。觉，咱们也来这个加强一下印象啊。变化说这个后加字拉不能再加撒了，所以呢，原因是 o， 所以变成 o a a o。前加爬，后加字那个过去时不能加撒，前加爬，跟未来时一样。去前加后边也不能加，变成那个又等于它变 o 是恢复到那个现在时的状态。再读一遍啊，这觉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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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它后边呢跟着一个特殊情况，他说一部分现后加字为现是现在的意思啊，一部分现在的或者是现在时后加字为它的字变化规律为未后减它，就是把那个它不是不能加撒吗？现在要硬加撒，就是硬给它把它去了，给它换成撒。这是就是一个特殊情况。未过前加爬，这个是符合规律的。过命呢，把它变成撒，这就等于说，本来是它、拿、拉、拉四个后边不能加撒的，但是它会有一少部分字呢，就是非要加撒，干脆把那个它就变成撒。本来这个它呀就是撒，咱们说过，它这本来就是撒的一个变种，所以呢，等于给它非要加一个撒，这是特殊情况。看他举的例子啊，第一个是句，咕咕句句涂抹，咱们这个来看它的那个就是变化规律啊。它本来是后加字它，应该跟上边一样，就是说不能加后加字撒就完了。结果现在呢，它非要给它加后加字撒，结果就变成什么了呢？把那个后加字它就给去掉了。去掉这个之后呢，注意原因是无，不用动，所以去掉这个后加字它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前加爬未，没有后加字了，后加撒过，前去爬去前加这个命，完全符合规矩啊。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后加字是它的呢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撒，所以这个撒呢又还乡了，还乡堂回来了，非要给它恢复本来面目，非要给它换成撒，有这么一种特殊情况，记住就行了。就是整个把这个它呢再给它去掉。再读一遍啊，句咕咕句句，下边一个穿过读一下啊，句咕句，这个后加字它又是这样，就是强行把后加字它去掉，然后就完全符合变化了。前加爬未，后加撒过，去前加命，完全符合规矩了就。这都是特殊情况。特殊情况怎么办呢？只能特殊记，就是说一般的它后是不加撒的那种变化。特殊情况就是把撒给去掉，把这个它给去掉的呢，只能就是你单独跟这个单词的意思联系起来，单独来记。下边一个是常用词，集中读一下啊，读这四个词里头，就这个是常用词，所以你可以拿这个常用词呢来记这种规矩。这个常用词咱们在哪儿见过呢？摄大乘论的摄就是这个，摄不是包括的意思吗？摄是概括包括，把它拎起来，把它集中起来，提炼出来，摄有这个意思，拎起来的意思就是这个。它主要的这个本意是集中就是提起来它最重要的部分。摄大乘论的摄就是这个举。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化啊，它的原型是举，然后呢这个是强行把它去掉，
然后后边全符合规矩。乌元音乌不变，咱们来看啊，前加爬，后边把它去掉，就变成了读，整个这个读音就变了。过是后加撒过，完全符合规矩。去前加灭，完全符合规矩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组合。你强行的记住这个驴，你就把这个类型记住了。就是会有一种类型把它去掉的类型，咱们再来读一遍啊。驴读是什么形？未来时。驴前有爬后加撒是什么形？过去时。驴命令式这个就是用的比较少，一般呢是过去时用的比较多，有时候会用到现在时，不是会用到未来时。现在时当然用的是应该是比较大量。最后一个字是炒菜的炒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虐，对吧？它那个啊有了上加字变成高调了，所以它后边一拉就应该是什么？虐，原因是本来是那就只能是不变了，对，它不变就没办法了。就是第一音原声自然有。这个也是音原声，它肯定是那个因为口语发音呐、或者什么，它对了，这也有可能。人们说话就这么说，对，你没办法。就跟咱们汉字里头也有很多这种情况，本来按规矩应该那样的，但是人们非那么，他觉得那么说方便，你就没办法。实际上他那个规矩哪来的呀？规矩还是他那么说方便总结出来的，所以这种就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咱们就炒吧啊，咱们来炒一下。这个后加字塔还是把后加字塔，炒菜的炒也把后加字塔。这倒好记，炒菜上面冒烟啊，很好啊。哪不能先加爬，怎么还加爬？他就非加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个这个字很怪，这个字多处违反规矩哈。那就那个政委这个主意不错，炒菜嘛它就冒烟，那都得冒，所以上边全对。这个再一个你就可以记住，这炒菜的炒非常特殊，这个就是不能加前边不应该加爬呢，他加了爬，后边呢不应该加撒，他加了撒。这个未来时过去是不应该冒烟儿，他冒了烟儿。这么说笑的呢，把这个炒就记住了。炒是特殊，可惜的呀，可能咱们这个佛经里头啊，碰到的次数很少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语法复习呢，咱们练习也可以啊。再读一遍：虐，虐。这个第一个字容易读错啊，就是它因为连续有两个反应，啊先变成啊，由上加变成啊，前加上加它变平声，然后再拉下来。好，这是第三种情况。最后一种情况呢是。第一种情况是正常，第二种情况是前边不能加爬，第三种情况是后边不能加撒，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前边既不能加爬，后边又不能加撒，碰到这种情况更省事了。咱们来看啊，现无前加字，又不能与前加字爬结合，后加字又是那四个他拿扎拉，又不能加撒，这样怎么办呢？那就不加就完了。后边咱们就不看了。就不啰嗦了，就是不能加爬就不加爬，不能加撒就不加撒，无非是省点事儿算了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倔，这常用字，心经里头就用了。这个倔，它的基本含义是用、使用，然后呢，行，就是行为、行动。咱们这个佛教就用成修行，菩萨行，行菩萨行，倔吧戒吧。为什么头一个要用倔吧原形现代时呢？因为它是这个名词，所以它用现代时。
为什么后边用戒吧呢？因为它是将来时，说如果有人要行菩萨行的话，圣人菩萨行的话，所以他用未来时用的这个戒，咱们这很熟悉了。咱们看一下变化啊。因为其字是八，是爆破音，所以前边不能再爆破，所以前不能不加这个爬。因为后加字塔，人家已经是这个塔大了，已经是在后加字了，所以不能加撒。前不加爬，后不加撒，那就不变了。这就等于都不变了。但是它呢还有16字诀这个最后一句，还有一个元音的变化，所以呢它还有一点变化。如果连这个变化都没有呢，那就4个都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倒好记。咱们再读一遍啊，这个是哦啊啊哦，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词非常常用，所以咱们再读一遍啊。倔，你看啊，完全是4声，哎，八是平声嘛，后边它拉下来，所以4声。倔，好，下边一个虐，骂人的骂，哎，骂人的骂呢也会戒律里头会用到，哎，到时候说不能以骂还骂哈，以打还打，哎，会用到这个。看一下它的这个变化，第一个元音是变化的，正常的哦啊啊哦。第二个是马，鼻音前边不能加爬，塔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如果没有元音变化，又4个都一样。这个所以咱们欢迎这样的变化，是吧？这样等于就没有变化，就只有一个元音的变化。元音的变化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现在时跟这个命令式一般很少用，哎，命令式很少用，所以呢，等于说现在时的变化呢，就是把 o 一去就变成未来时跟过去时了，所以这类的动词还不少。咱们在这个再读一下啊。说呢，这个过去时跟未来时一样了，那究竟是过去时还是未来时呢？这个要靠在这个句子里头意思上来判断，一般是不会混淆的。如果这个句子里头它会混淆的意思，就是你不能判断清楚是未来时跟过去时的话，大部分情况是什么呀？就是不需要判断，就是说这个，如果你说这个不清楚，这个不能判断，为什么它这样？就是都一样，肯定是应该是那么个情况，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。如果影响句子的意思，他又这样用，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。哎，咱们来读一下啊，虐，哎，因为那个马也又上加字变成了平声，所以就整个读去声。下边一个是别。差使就是派谁做什么，差使谁做什么，这都是动词，注意这不是名词。这个就是派差了，让谁去做什么事儿，差使谁做什么。这个也看爬是爆破音，前不能加爬，塔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呢没有变化。没有变化呢，元音有一个变化。啊哦啊啊哦，所以变成了这样。咱们读一遍：别。下边一个是招请，就是请来，请谁来做什么。这个呢是准是知跟晕加上 n 晕，我想跟汉语里头就是那个 u 跟 n 那个晕吗？哎，晕，哎，就是晕。然后准，汉语里头没这个，哎，没这个拼，没这个发音。准头的准。知温那就不一样了，温是乌恩，是一恩，温，哎，温是一恩啊，这是乌恩，哎，是晕，然后知晕，准，
准，哎，这个音还是那个经常碰到的，要读准它。支跟晕，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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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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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，准，哎，招请。它的原因，它的这个基字是爬，前不能加爬，后加字是拿，后不能加撒，所以不变，也是只剩下一个元音的变化。哦啊啊哦，再读一遍啊，练练发音。准，准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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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，准，再读一遍。准，准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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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，准，好，下一个省点事儿了。年，年，年，年年，年云，云它因为这个现在时是啊，所以呢，它是就是变成了前三个都一样，哎，鼻音前边不能加爬，拉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等于没有变化，只有命令式是这个加个哪个，所以它呢就剩了两种形态，就是前边全一样，就命令式不一样。好，下边一个，再念一遍。再念一遍。好，年，年不是年，年啊，不应该年。哎，俺年就加了 n 了，n 了，应该哎，年就加了 n 了。年对对对，你们注意纠正我啊。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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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，云，好，那说不定我是不是前边读也经常读成那个呀？加 n 了。是吧？好好好，我再读你们就得纠正啊，记住点。下边一组词，这个也好多哈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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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，牛，那个日呢也可以带也可以不带啊，保存很好记了，娘是保存，鼻音前边不能加爬，然后边不能加撒，所以呢，元音啊在命令式变成哦，很简单了，就再读一遍就完了，娘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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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，牛，最后一个词是舔啃，这都是这个人也可以做这动作，动物也可以做这动作。鸡字是什么？爬，哎，鸡字是爬，下加字是拉，鸡字是爬，前不能加爬，后不能加撒，所以呢，就只有一个元音的变化，就是命令式变成哪弱，所以呢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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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略，略，哎，好多哈，也有一个特殊情况，给他弄完吧。说完啊，对，就是说这个，这种前后都不能加的呀，也有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什么呢？一部分先后加字为它的变化规律为后边减这个它，哎，就这个把它去掉了，等于还是那种特殊情况，就是硬把它换成去掉，哎，不管了，前面不管了啊，咱们看词儿，埋葬的埋东西的埋啊，咱们来读一下，是北法北略，它呢，由于鸡字是爬，前不能加爬。后不能加撒，但是它呢特殊情况把这个他音给去掉了，去掉之后后边完全按照规矩来，前不能加爬还是不能加爬，后边呢由于把它去掉之后呢能加撒了，所以未来时前不加爬后不加撒，过去时后边加撒，命令式呢这个去掉前加字爬，那个去掉这儿根本就没加，所以变一个元音就完了。是符合规矩的，咱们来再读一下啊，北法北略，哎，下边一个是耕地的耕，咱们前边刚学过，看一下它的这个鼻音前边不能加爬，后边不能加撒，现在呢它也是特殊情况，把它整个去掉。未来时前不能加爬，后边也去掉了，成光杆司令了。过去时后加撒，命令式呢是去掉爬，结果前边根本就没有加爬，所以呢它跟那个过去时一样。咱们来这个
这个也是特殊，跟那个冒烟儿，一个炒菜要全冒烟儿，一个耕地都是这个务农的这个主要的活动了，都冒烟儿啊。这个也耕地长草，耕地因为地里头都是草或者都是庄稼，也可以说，所以呢全有这个哪热。好，两个特殊的情况，咱们来巩固啊。是灭摸灭，咱们前头上这是第一遍读是吧？再读一遍啊。灭摸灭，哎，耕地的耕，这个单氏太子说呀，耕地不是挨掐哦，不是挨掐嘛，应该哎，不是我的本分，不适合我。最后一个字，这是最常用字，而且意义重大。且恰且缺，哎，这是最常用，而且意义重大，就是能做所做都是它。咱们先分析一下变化。鸡字是爬，所以前边不能加这个爬了。这个后加字是塔，所以后边不能加撒了。但是呢，这是因为这个字太重要了，所以就特殊了。把后加字塔去掉，然后呢，它的未来时没有后加字，又不能加前加字，变成光杆司令卡。你看，挺符合规矩。然后后加字呢，给那个过去时给未来时加上一个撒，变成且。然后这个命令式呢，又不能前边又不能又把前加字去掉，它当然没有前加字了。然后呢，元音变成哪弱？你看它为什么变哪弱？特殊嘛，你这个大特殊，记住，这跟那个刚才那个是什么最特殊？炒菜的炒，这个也是大特殊，因为它太重要了，所以呢就特殊，就是本来没有道理的哈，结果呢把元音也给变了，等于它后边啊完全符合了那个元音的变化。除了第一个不符合，后边完全符合元音变化，变成了o。哎，这个且是能做，现在时表示能做；恰是所做，未来时表示未来所要做的是所做。这两个呢是能所呀，成了语法意义的，就是抽象语法意义的能所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且呢不是语法意义上的，但是在这个具体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成所做，就是我已经做过的是我所做的事嘛，所以有时候也翻所做。命令式就不管它了，咱们来再读一遍啊。且恰且学，第三个应该是且啊，我读的什么呀？你读的且应该是且吧，就是说就那个过去且KIAI 应该是且不且啊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我是这样读的，我读的稍微有点不准确，就是应该读的嘴再大一点。哎，且对，是这样的。且它应该跟那个元音且分开。那个对，是这样。且对，这个应该因为后加撒之后是 a 是吧？应该 a 应该是且，应该嘴张大一点。对，再来一遍啊。且这个就是就嘴张小一点哈。哎，且恰且这咱们在那个拼音练习的时候很注意，现在就不注意了。今天还回来读一遍吗？那就把第一行的现在时读。算了吧，你们听录音吧，休息吧。